如果你同有錢人合作，就用大量嘅錢去吸引佢，錯。其實咧，同有錢人合作咧，你首先要記住一樣嘢，有錢人係最唔受錢嘅控制嘅，因為佢本身有錢，唔通佢冇錢請食飯咩？唔通佢冇一個嘅利潤嘅思維咩？唔會嘅。有時候你同一啲有錢人合作，有時候你芝麻綠豆，除非你個利潤係好高啦，如果唔係你芝麻綠豆嘅利潤，你根本唔會令到佢提升動力嘅。咁好啦，一啲好有錢嘅人，咁佢點樣肯幫助你或者佢提攜你嘅話呢？咁你最緊要呢，就係你自己懂得謙卑，同甚至乎呢，你要懂得點樣俾一啲資源。首先你要知道一樣嘢啦，就算嗰個人佢幾有錢都好啊，但係佢未必這個世界每一樣事情佢都能夠控制到，或者佢每一樣事情呢，佢都能夠有錢就解決到，唔一定嘅。譬如可能係佢同佢自己嘅仔女嘅關係啦，又或者簡單嘅佢有個孫，跟住呢，佢個孫呢可能想讀某一間嘅名校，咁唔代表佢有能力做到嘅。可能佢或者喺國內有一間廠，佢真係賺好多錢，10幾億身家，但係佢嘅關係未必可以能夠令到佢個孫讀到邊個名校嘅。所以呢，如果同有錢人合作呢，永遠唔好去諗住用錢去吸引佢，而係要用你俾到啲咩資源同埋幫助佢。